少年捌做过记者的林俊安，有一位愈想要了解，就愈生分的老爸。逐摆来想起这位规身躯拢是迷、严格又搁自爱的老爸，总是予伊感慨万千。林俊安的老爸叫做林伟贤，是台南新华国中的职员，佮兼做棒球队的教练。但是伫林俊安的记忆当中，老爸才毋那是学校职员这么简单。老爸伫地方真有头面，选举时阵有真侪党外无党籍的人，拢会来请伊斗相共。连最出名的台南帮头人李雅桥、吴凤山，拢要感谢伊的协助。但是这款的老爸，对着家己捌伫1953年勘察到省工委会案件这个代志，是拢无想要提起。林俊安长期关心，查出老爸捌熟悉共产党伫台湾的地下党员李马斗一家人，佮因为安尼事，去互人控告明知废业无检举，互判刑10年，关3年。林俊安知影讲内情应该毋是安尼事尔，伊逐摆若讲到这，老爸拢讲，逐个若讲出来，无人会当活命。了后，伊就无爱阁讲啊。像这款心良见首不见尾的老爸，互林俊安用足大的心力去追查，愈查煞愈感觉生分。1997年，林伟贤过身，告别式有真侪老爸各方老同学来送别。看到这侪老爸老朋友来送别，林俊安感觉讲，家己对迄个时代，对因真正是足青分的。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